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，因为我们这个要搭飞机以前，我们就已经呃做3天前的PCR 检测通过才能够起飞，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再做 PCR，我觉得有点重复。安心是比较安全一点啊，因为他还要在，因为他这个病毒不一定说我登机前就检测得出来啊，有可能我飞机的过程中就有感染到，隔离的时候有筛检出来，那是很好的事情。